嗱，講起天安門啊，可能好多朋友呢，即係會聯想起莊嚴肅穆啊、宏偉壯觀之類嘅詞啊，但係咧好少人會仔細諗一諗天安呢兩個字究竟代表咩意思㗎喎？嗱，天安門啊，最早呢並唔係叫天安門嘅，而係叫做承天門，係明成祖朱棣開始修建嘅，取承天啟運、受命於天嘅寓意，係北京皇城嘅正門。到咗清朝嘅順治8年呢，經過大規模重建，就正式改名為天安門啦。咁點解叫天安門呢？事關當時北京皇城4個門分別叫做天安門、地安門、東安門同埋西安門。一睇就知啦，即係要天下太平、長治久安咁嘅意思啦。而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喺天安門舉行，更加令到呢座城樓呢，成為咗無數人心目中國家同埋民族嘅共同象徵。好多人心目中呢，覺得一世人點都要去一次嘅。